台山電台敬請各位對視，而家時間係傍晚6點。唔需要問成功嘅秘訣係啲乜嘢，用盡一切嘅熱情做你應該做嘅事。倘若你想達成目標，就要喺心裏面描繪出目標達成後嘅細節，再不斷投入熱情，咁樣夢想必會成真。路係腳踏出嚟嘅，歷史係人寫出嚟嘅，人付出熱情嘅每一步行動，都喺度書寫緊自己嘅歷史。熱情如火的貴賤。你現正收聽嘅係 FM 904，熱愛生活，熱愛904，台山電台，熱愛生活，熱愛904 FM 904。熱情讓青春燦爛，讓夢想美麗。燃起熱情，做想做嘅事，去想去嘅地方，成為想成為嘅人。熱情如火，才能活出精彩。播報實時交通信息，提供便捷交通指引。904實時路況。時間嚟到18點嘅02分，歡迎各位收聽904實時路況。李榮同大家一齊了解翻現時台城嘅啲主要街道嘅交通情況。現時呢，我哋了解到喺二小門。